喺日常生活當中，我哋成日都會留意到一個非常普遍嘅現象，就係好多家庭入面，男主人往往會比女主人更早離開人世。好多時呢啲男人正處於50、60歲嘅黃金年齡，本來應該係家庭嘅核心同避風港，卻突然撒手人寰，抌低孤苦伶仃嘅老婆同埋仲未完全立足嘅仔女。呢件事令好多人感到困惑同埋痛心，背後到底隱藏住點樣嘅生活規律同人體奧秘？為什麼會普遍存在呢種壽命上嘅時間差？今日我哋就實在再開誠佈公咁傾下呢個話題，究竟係邊幾種生活習慣同心理狀態導致男性容易喺生命嘅旅途中提前退場？更關鍵嘅係，我哋每一個人又應該如何去調整同面對，從而打破呢個令人遺憾嘅局面，等自己嘅家庭可以更加長久、更加美滿。為了等大家更容易明白，我哋可以先睇下身邊那些現實嘅例子。有咁樣一對普通嘅夫妻，男方喺一間公司做管理層，精明能幹，生前靠住一股拼勁，喺事業上小有成就，收入都相當唔錯。喺過去嗰段日子入面，他每個月都能夠賺到一大筆錢。按道理講，咁樣嘅家庭應該過得好幸福。但係呢個男主人有一個致命嘅缺點，就係他嘅情緒非常不穩定，脾氣特別暴躁。喺公司入面，他動不動就對手下嘅員工大聲訓斥，返到屋企之後，亦經常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勞碎小事，對老婆大發雷霆，甚至連屋企嘅心肝寶貝仔女見到他，都好似老鼠見到貓一樣，成日戰戰兢兢。而他嘅老婆則係一個性格極度溫和包容嘅人，每次面對老公嘅無端指責同埋暴脾氣，他總係選擇默默忍受，從來唔會同老公針鋒相對。周圍嘅街坊鄰居睇喺眼裏，背地底都忍不住咁呢，覺得呢個做老婆嘅實在係太命苦，太想一個咁樣嘅着火藥桶。然而邊個都料唔到，呢個男主人喺剛滿53歲嗰年，突然間就遭遇意外。嗰個係一個平凡嘅夜晚，他因為家庭生活入面一啲微不足道嘅摩擦，再次同老婆爆發咗激烈嘅爭吵。他當時情緒激動到極點，氣到直拍挨，結果就在嗰一瞬間，他成個人突然不直咁倒咗落去。雖然屋企人慌忙將他送到醫院進行緊急搶救，但最終都係無力回天，救唔返他嘅生命。醫生俾出嘅結論係，由於長期情緒處於極度亢奮同壓抑狀態，導致腦部血管突然爆裂。他呢一走，趕緊抌低老婆，一個人帶住兩個仲讀緊大學、前途未卜嘅仔女。更令人感銘嘅係，他老婆喺失去咗老公之後，獨自一人操持家務，生活雖然清苦，但他嘅身體卻一直非常硬朗，心態亦逐漸放寬。最後他平平安安咁活到80多歲，先至喺睡夢中安詳地離開。呢個真實嘅身邊事，不得不引發我哋長久嘅思考。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會有咁多做老公嘅，總係走在老婆嘅前面？有人可能會話，呢個係仗着男人喺出面打拼，面對嘅社會壓力太大啦。亦有人覺得係因為男人平時嘅社交應酬太多，生活作息唔規律。仲有人認為係因為男人普遍大咧根本唔識得關注同照顧自己嘅身體。呢啲理由聽落確實都有一定嘅道理，但佢哋都只係停留在表面嘅社會現象，並冇觸及到生命運行最底層嘅根源。要想看清真正嘅本質，我哋必須從更深嘅精神層次同身體運行規律去剖析。古人留落嚟嘅生活智慧話俾我哋知，天地萬物能夠運轉，都有其不可違背嘅內在法則。人嘅身體同命運自然都唔例外。喺婚姻關係中，夫妻雙方嘅極重其實就組合建構咗一個微型嘅小世界。
喺呢個小世界入面，男女雙方各自扮演住唔同嘅角色，只有彼此平衡，相互滋養，呢個家庭嘅生命力才可以持久。如果有一方肆無忌憚地破壞咗呢種平衡，最終必然會自食其果，傷害到自己嘅根本。古人喺研究自然同人嘅關係時就發現，任何事情如果做得太過分、太極端，就會走向相反嘅方向。呢個唔單止係自然界嘅定律，更是人類社會同身體健康嘅鐵律。好多男人就係仗住自己後生氣盛，或者覺得自己係屋企嘅頂梁柱，掌握住主導權同話語權，就以為可以隨心所欲地發泄情緒，透支身體，結果往往喺不知不覺中將自己嘅健康逼上咗絕路。咁究竟係哪三種類型嘅男性最容易喺生命嘅長跑中提前倒下呢？我哋今日唔講那些深奧嘅虛詞，就用最實在、最貼地嘅大白話，一層一層咁將呢個事情拆開嚟講，因為呢個直接關係到每一個普通家庭嘅切身利益，關係到我哋身邊每一個鮮活生命嘅安危。如果我哋能夠真正將呢啲原因整明白，並且喺日常生活中加以注意，就可以幫助無數個家庭避免呢種令人扼腕攬息嘅悲劇。首先，我哋嚟聊聊第一種容易提早離世嘅男人，就係極度缺乏情緒管理，經常大發脾氣嘅人。如果你仔細觀察周圍那些人到中年就突然離世嘅男性，你會發現佢哋身上有一個極其相似嘅特徵，就係性格急躁，脾氣普遍好壞。為什麼脾氣壞會直接動搖生命嘅根基呢？從中醫同人體科學嘅角度嚟睇，一個人如果長期處於怨怒同煩躁嘅狀態中，體內嘅氣血運行就會變得極度紊亂。用我哋通俗嘅話嚟講，就係生一次氣，身體裏面嘅毒素就會大肆淤積，經常大口大叫或者悶氣不斷，會直接導致人體嘅解毒器官同代謝系統承受巨大嘅壓力。當一個人嘅情緒長期失控時，他嘅血液循環就會處於一種病態嘅高壓狀態，久而久之，血管就會變得脆生生，心臟嘅負擔亦會成倍增加。我哋常說嘅高血壓、突發性心臟疾患以及各種慢性嘅血管問題，喺好大程度上其實都係被氣出嚟嘅。呢度亦可以再講一個同樣令人痛心嘅真實情況。有咁樣一位喺工廠入面做負責人嘅中年男子，他個人能力非常突出，將成個工廠嘅生產同管理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但係他身上同樣存在一個致命嘅毛病，就係掌控欲極強，而且條性子急到不得了。喺生產線上，只要工人們做嘢嘅進度稍微慢咗一丁點，或者邊度做得唔夠好，未達到他嘅預期，他就會立刻塊面一沉，大聲訓斥。呢種急躁嘅作風唔單止被他帶到工作當中，更是原封不動地帶返屋企。只要老婆煮飯嘅時間稍微遲咗片刻，他就會坐喺飯台前唉聲嘆氣，滿面不高興。仔女如果喺那一次考試中攞唔到好名次，迎接佢哋嘅亦必然是一槍劈頭蓋臉嘅責罵。常年累月地生活喺呢種高度緊張同憤怒嘅情緒當中，他嘅血壓指標一路飆升。最開始嘅時候，身體其實已經發出咗危險嘅信號，醫生亦多次嚴肅地警告他一定要注意多休息，必須學會克制自己嘅情緒，千萬不能再輕易動怒。但是他總覺得自己身體底子好，對醫生嘅叮嚀完全左耳進右耳出。直到有一日喺工廠車間入面，因為一件微不足道嘅原材料問題，他又同一個員工發生咗激烈嘅爭執。當時他氣到滿面通紅，連講嘢都講唔利落。結果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成個人毫無徵兆地一頭栽倒喺水泥地上。雖然後來經過大夫嘅全力搶救保住咗條命，
但他卻因此落下咗嚴重嘅身體殘疾，半邊身子完全失去咗知覺，喺病床上痛苦地煎熬咗。短短2年之後，他就鬱鬱而終。他嘅屋企人後嚟無比後悔地表示，如果他當年能夠聽得入去勸告，哪怕只是稍微改一改嗰個火爆嘅脾氣，以他嘅身體素質，起碼還能平平安安地多活20年。呢個就係我哋必須要高度警惕嘅第一種人，亦即是完全唔識得調理，內心被壞脾氣牽住個鼻走嘅男人。古人嘅智慧早就提醒過我哋，真正嘅強大唔係去同人哋拼命，亦唔係喺屋企當暴君，修煉自己嘅內心，提升自己嘅定力。你嘅內心如果能夠保持真正嘅平靜，身體裏面嘅氣血自然就會運行通暢，氣順了，五臟六腑才可以安穩，各種疾病自然也就不知不覺間無咗滋生嘅土壤。可惜現實中太多嘅男人根本唔明白呢個淺顯嘅道理，佢哋誤以為自強就係要在出面同人爭個高下，喺屋企同親人爭個輸贏，結果活生生將自己逼成咗火藥桶，最終徹底將身體給引爆啦。改變壞脾氣雖然唔係一件非常容易嘅事，但為了長壽同家庭，我哋必須去做時克制。從小到大，我哋受到嘅教育都係要成功，要出人頭地，要俾人哋過得好。呢啲想法本身並冇錯，可是一旦過度執着，甚至將呢啲壓力轉嫁到情緒上，就會變成致命嘅毒藥。真正嘅生活智慧講究嘅是恰到好處，做嘢要盡心盡力，但唔好對自己同他人過分苛求。對待工作有目標是好事，但亦得俾自己留出喘息嘅空間，咁樣才可以活得輕鬆長久。如果遇到一啲唔順心嘅事情，就暴跳如雷，不管3721先發洩一通，傷害嘅唔單止親人嘅心，更是自己寶貴嘅生命。我哋常說要懂得砍掉一些不必要嘅慾望，抌走一些無謂嘅爭執，學會放下那些傷害身體嘅負面情緒。好多男人就是卡喺呢一關，什麼權力都想抓在手裏，什麼便宜都想佔盡，什麼爭論都必須要自己贏，結果到頭來將自己折騰到精疲力竭，身體徹底垮掉之後，才發現手裏嘅名利全成了過眼雲煙。那些能夠活到好大歲數嘅長壽老人，不管日子過得是富裕還是清貧，佢哋身上都有一個共同嘅生存秘訣，就係心態永遠保持平穩同和順。佢哋唔會同人哋盲目攀比，亦唔會為了眼前嘅利益急躁上火，每日安安心心穩穩當當咁過日子。呢種長期嘅心理調養先至是最廉價亦最有效嘅長壽良藥。而呢種修煉必須是發自內心嘅徹底改變，絕對唔係表面上裝模作樣就能夠解決問題嘅。男人必須從思想深處清醒地認識到，發脾氣解決不了任何實質問題，每一次動怒都係在用人哋嘅錯誤或者自己嘅執念嚟氹罰自己嘅身體，而在親手拆散自己幸福嘅家。只有真正看透了呢一層，你才可以發自內心地去修正自己嘅性格。接下來我哋再來深入睇一睇第二種容易早逝嘅男人，就係完全唔將自然規律當成一回事，瘋狂透支自己身體嘅人。呢類人或許平時嘅脾氣還算緩和，不怎麼同人紅臉，但係佢哋卻在生活作息同飲食習慣上扮演着生命毀滅者嘅角色。我哋作為大自然嘅一部分，身體嘅運轉必須同外界嘅晝夜交替，四季更迭保持一致。但係現在嘅好多男同志總覺得自己生得後生底子厚，將人定勝天，呢句話掛在嘴邊，肆無忌憚地熬夜加班酗酒，結果喺不知不覺中將自己嘅生命火種給生生擦滅了。我哋可以睇咁樣一個非常典型嘅人物，呢位男子自己創業開公司，憑藉住一股拼勁，
生意做得紅火袋，裏面嘅財富亦迅速累積。然而為了追求更高嘅利潤同埋更大嘅規模，他將所有嘅休息時間全部無情地抹殺掉了。喺長達10來年嘅時間裏，他幾乎每日都要喺辦公室入面忙碌到凌晨1、2點鐘先肯躺下，而到了第二日清晨6點定時嘅鬧鐘又會逼住他爬返起身，繼續投入到瘋狂嘅工作當中。一年365日，在拉他嘅字典裏根本就冇休息同放假呢兩個詞。身邊嘅親戚朋友見他臉色越嚟越差，都苦口婆心咁勸他要注意休息，千萬別將身體累垮咧。可他總係擺手，滿不在乎咁話冇所謂，自己現在仲後生，身體頂得住，就咁樣咬緊牙關拼咗10幾年。等他剛步入中年嘅門檻時，身體終於鐵底崩潰了。他開始頻繁地感到渾身乏力，整日無精打采，夜晚躺在床上點樣都瞓唔着，白天面對山珍海味亦毫無胃口。去醫院做咗一次全面嘅身體檢查後，大夫面色凝重咁話俾他知，他嘅內臟器官功能已經出現咗嚴重嘅衰退。如果再唔立刻學會放下工作，配合治療同埋靜養，恐怕連命都要保唔住啦。直到呢一刻，他才真正感到害怕。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啦。雖然他隨後將公司嘅管理權限全部移交俾人哋，自己匿喺屋企閉門養病，但由於底子早就被徹底掏空，就像一棵爛了根嘅大樹，無論點樣施肥救水都無濟於事。喺他50歲嗰年，他還是帶住無盡嘅遺憾離開咗人世。他雖然欠屋企人留下咗幾世都使唔完嘅巨額財富，但自己卻再冇機會去享受一分一秒。呢個人財兩空嘅悲劇，給了我們所有活人一個響亮嘅警鐘。人活着必須得順應身體嘅自然節律，該閉眼瞓覺嘅時候就得老實實咁躺下讓身體修復，該起身活動嘅時候就得順應白天嘅陽氣去鍛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呢個是千百年前亘古不變嘅法則。可現在太多嘅人將呢個規律給鐵底陷倒啦。白天躺在床上打大瞌睡，夜晚精神百倍咁面對住電子屏幕熬長夜。該食早餐嘅時候個肚空空如也，到了深更半夜卻呼朋引伴咁去食燒烤飲大酒，咁樣嘅折騰法，就算是鐵打嘅身體遲早都要被磨成碎渣。我哋在生活當中一定要在正確嘅時間節點去做正確嘅事情，既不能提前亦不能拖延。好多男人就是缺乏呢種時間觀念，隨心所欲，想幾時食飯就幾時食，想幾點瞓覺就幾點瞓。食飯時為了趕時間狼吞虎賴，瞓覺時為了刷視頻能拖就拖。呢啲睇落都係不起眼嘅生活細節，可是一旦日積月累，對身體造成嘅內傷是極其驚人嘅。從身體代謝嘅角度嚟看，夜間是各大排毒同免疫器官進行自我修復嘅黃金期。如果你喺呢個時間段依然喺度飲酒，喺度熬夜應酬，咁你嘅解毒系統就不得不超負荷運轉。時間一長，內分泌必然鐵底紊亂，各種結石同器官病變就會接踵而至。除咗作息要規律，在飲食上我哋亦必須要遵守古老嘅規矩。早餐要食得有營養，中午要食到飽，晚餐則要盡量清淡少食。因為早晨是一日活動嘅開始，身體需要充足嘅能量嚟啟動，而到了夜晚，人體嘅代謝速度已經明顯減慢。如果喺呢個時候還去大量攝入大魚大肉，甚至酗酒到深夜，唔單止會給腸胃帶來巨大嘅消化負擔，還會讓大量嘅脂肪同毒素囤積在體內，直接成為誘發各種血管突發疾患嘅罪魁手。然而睇睇我哋身邊嘅現狀，絕大多數男人恰恰將呢個順序給完全做反啦。朝早為了多瞓幾分鐘連飯都唔食，
中午喺公司隨便塞兩口外賣應付差事，到夜晚猶如湧日後空閒，便開始大擺宴席胡吃海塞。像此以往，身體點可能不出大問題？同時心理上嘅劇烈波動亦是加速身體衰老嘅重要原因。情緒嘅穩定同作息同樣重要。有啲人喺做生意或者工作時，一旦賺咗點錢或者升咗職，就高興到有些忘乎所以，大擺筵席，徹夜狂歡。而一旦遭遇了失敗或者失了本，又會立刻陷入到極度嘅焦慮同悲觀當中，整日坐喺房裏面唉聲冷氣，夜不能寐。呢種過山車般嘅情緒起伏，對心臟同神經系統嘅傷害是無法估量嘅。任何過度嘅喜悅、憤怒或者悲傷，都會直接對內臟造成內傷。因此學會保持一顆平常心，無論面對順境還是逆境，都能泰然處之。呢個先至是真正嘅養生大智慧。呢度亦有一個關於商人嘅真實經歷。呢位商人一輩子都在商海裏面起起伏伏，生意好嘅時候日進鬥金，差嘅時候排到精光。每次賺咗錢，他都會興奮地請一大幫朋友出去花天酒地，而每次面臨拉選，他就會愁眉苦臉，成晚咁喺客廳裏面食煙行嚟行去。他嘅愛人睇在眼裏，疼在心裏，經常溫柔地勸導他：生意有賺有剖是很正常嘅自然現象，賺錢了暫悶亦別太得意，剖錢了暫悶再努力，就是千萬別將情緒寫在臉上。可呢位當老公嘅根本唔聽勸，反而覺得老婆頭髮長見識短，根本唔明商業社會嘅殘酷。結果喺一次特大嘅市場危機中，他嘅公司再次遭遇重創，面臨巨額嘅債務。呢一次他由於急火攻心，當晚就突發嚴重疾患病倒啦，沒過幾日就撒手人寰。他離世嘅時候年齡亦僅只有48歲。他走後，他嘅老婆強忍着悲痛接管呢個爛攤子。結果讓人意想不到嘅是，老婆靠住一股沉穩嘅運勁，唔單止將債務全部還清，反而將生意經營得越嚟越穩定。呢個背後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當老婆嘅懂得保持一顆平常心，唔會因為一時嘅得失而讓情緒失控。呢個教訓再次證明，那些違背身體規律，將自己嘅血肉之軀當成永動機一樣去瘋狂透支嘅男人，最終都會遭到身體嘅無狀降服。身體是一隻極其精密且充滿靈性嘅藝術品，你點樣對待它，它就會俾翻你點樣嘅反饋。你懂得愛惜它，它就能陪你走得更遠。你肆意虐待它，它就會用疾病同死亡嚟提前終結你嘅旅程。呢個唔單止是醫學規律，更是生命最基本嘅因果。最後我哋必須嚟認真談一談第三種容易早逝嘅男人。呢個亦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嘅一種人，就係在生活裏面極度缺乏感恩之心，不懂得珍惜福報嘅人。呢類男性可能作息還算過得去，不怎麼熬夜，脾氣亦看似溫和，不怎麼在屋企發火。但係佢哋身上有一個致命嘅道德缺陷，就係對於自己嘅愛人完全無一絲一毫嘅感激之情。佢哋習慣性地將老婆為家庭所做嘅一切犧牲同付出都看作是理所當然嘅事情，將老婆嘅包容同體貼當成是天經地義嘅規矩，從來唔知在生活裏面講一句多謝，更談不上好好去珍惜對方。我哋不妨靜下心來，就係世替天下嘅老婆們想一想，一個女人在最好嘅年紀選擇嫁給一個男人，從此為了呢個家生兒育女，每日喺廚房同家務之間不停嘅忙碌，話要盡心盡力地去照顧男方嘅年郎父母。喺呢個過程當中，他到底默默付出咗多少嘅心血同汗水，又熬白咗多少根頭髮。可是現實中有好多當老公嘅心盲到咗極點，對眼前嘅這一切完全視而不見。
佢哋唔單止唔知感恩，甚至還整日挑肥揀瘦，嫌棄老婆唔識得打扮，嫌棄老婆煮飯唔合胃口，嫌棄老婆唔識得喺出面俾面子自己。有些男人一旦喺出面賺到咗2個臭錢，條尾立刻就驕到天上去，覺得自己成了了不起嘅救世主，認為成個家都是靠他一個人喺度養活，全家人都得睇他嘅臉色過日子。佢哋完全抹殺了老婆在背後操持後方淋育子女嘅巨大功勞。更有甚者，在袋裏面有咗幾個錢之後，就開始在出面動歪心思，背叛了嗰個曾經陪住他白手起家吃盡苦頭嘅結髮妻子。呢種男人睇落喺出面風光無限，前呼後擁，實際上佢哋是在瘋狂地損耗自己生命裏原本就不多嘅福報。古人常說多行不義必自治，一個連同自己同甘共苦嘅老婆都不願意善待嘅男人，你話能指望他對呢個社會對其他人有多啲嘅善意？一個對自己最親近嘅屋企人都充滿冷漠同算計嘅人，他嘅內心其實早就已經腐爛變質啦，心態壞了，人生嘅運氣同身體嘅福報自然就會被迅速扣光，災禍同疾病亦就會不請自來。呢度亦有一個活生生嘅深刻教訓。有咁樣一位男子，後生嘅時候屋企窮到連鑊都快掀不開啦，他嘅愛人當時冇半分嫌棄，毅然決然地嫁給了他，並且陪住他一齊喺風雨裏面擺地攤做苦力。後來經過2個人嘅共同打拼，生意終於越做越大，屋企買了豪宅，換了好車。按道理講，呢個時候應該好好回報愛人啦吧。可呢個男人卻徹底變了心，他開始極度嫌棄老婆長，相變老了，皮膚變差了，嫌棄他冇文化同高雅嘅氣質，帶出去應酬嫌比自己丟架。於是他在出面分住屋企，同一個年輕漂亮嘅女仔勾搭在佢一起。他嘅老婆知道呢件事之後，內心受到了巨大嘅傷害，大哭嘅一場。但考慮到仔女仲面臨升學，為了能給仔女一個完整嘅家，老婆最終還是咬緊牙關吞下了苦水，選擇再俾他一次改過自身嘅機會。然而呢個男人唔單止無半點愧疚同悔改嘅意思，反而覺得老婆離不開他，行徑變得更加變本加厲，肆無忌憚。結果喺不久之後嘅一次深夜應酬中，他飲到酩酊大醉，卻不聽勸阻，非要自己揸車返屋企。喺一條無路燈嘅高速公路上，由於神志不清，他駕駛嘅車輛直接一頭撞上咗前面嘅大貨車，成個人當場就冇咗條命。他離世嘅那一邊正好剛剛滿48歲，抌低痛苦萬分嘅老婆同埋2個仲未成年嘅仔女。周圍知道內情嘅人在攬惜之餘，亦都紛紛咁咧，呢個真係人在做天在看。他忘恩負義，背叛了同自己患難與共嘅結髮妻子，最終用最慘烈嘅方式為自己嘅自私同冷酷埋了單。呢個故事聽落可能帶有一點民間因果嘅色彩，但其中蘊含嘅身體同心理科學道理卻是極其深刻嘅。我哋老祖宗流傳落嚟嘅因果規律，絕對唔係用嚟嚇唬細路仔嘅胡話，偏屬大自然規律。你在生命裏面種下點樣嘅因，最後就必然會收割嘅點樣嘅果。你用溫暖去對待周圍嘅人，世界就會回饋你陽光。你用冷酷同背叛去傷害最親嘅人，遲早會招來難以承受嘅惡果。特別是對於同床共枕嘅老婆，男人更應該時刻將感恩這2個字放在心頭。為什麼善待老婆能讓自己長壽呢？在傳統嘅家庭哲學裏，老婆往往代表咗大地嘅包容同承載。一個好嘅老婆就像一匹任勞任怨嘅純良母馬，性格溫順卻極有穩勁，能夠默默地幫成個家庭扛起最沉重嘅負擔，能夠用溫柔去化解老公在出面受到嘅所有委屈同戾氣。
面對咁樣一塊屋企嘅風水寶地，你如果不知去呵護同感激，反而百般虐待同嫌棄，呢個只能說明呢個男人已經徹底喪失了良知同人性。有些男人可能會念解話，自己在出面拼命工作，賺錢交電費已經夠辛苦嘅了，憑什麼還要我在屋企對老婆低三下四，滿口感謝？呢種想法可以說是愚蠢透頂。你在出面賺錢養家，那是你作為家庭一份子應盡嘅責任同本分，並冇什麼值得高調炫耀嘅。而你嘅老婆喺屋企起早貪黑地照顧仔女，收拾屋子、洗衫煮飯，同樣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嘅辛苦。夫妻兩個人本來就是命運共同體，係一個不可分割嘅整體。在生活裏應該互相關心、互相體諒、互相感恩。如果你在婚姻裏永遠只能睇到自己嘅那點功勞，對伴侶嘅付出完全視而不見，那你就是一個鐵頭鐵尾嘅自私鬼，是一個沒有任何格局同遠見嘅失敗者。我哋再從醫學同心理學嘅角度嚟深度剖析，一個在生活裏不懂得感恩嘅人，他嘅內心一定是冰冷而僵硬嘅。一個長期內心冰冷、充滿怨氣同自私嘅人，他體內嘅血液循環同神經調節絕對唔會處於健康嘅狀態。心理學早就證實，長期嘅自私同冷漠會導致人體產生更多嘅壓力激素，直接毒害心臟同血管系統。好多男人在中年時期突發嚴重嘅心臟疾患，表面上看似某一日身體累着了，可實際上根源早就埋喺佢哋日常冷酷自私嘅精神面貌當中。而且一個不懂得感恩嘅人，他在社會上嘅人際關係亦絕對好唔到哪去。喺屋企同老婆冷戰，喺出面同同事朋友計較，整日讓自己處於一種高度緊張、戒備同算計嘅狀態當中。喺咁樣嘅心理環境裏生活，身體點可能健康？反觀那些能夠活到90多歲、長命百歲嘅智慧老人，佢哋身上都有一個溫慢嘅特點，就係人緣特別好，家庭氛圍極其和睦。為什麼？因為佢哋懂得感恩，懂得向周圍嘅人表達善意，願意主動去為屋企人付出。咁樣嘅人，身邊嘅親人朋友自然亦願意死心塌地對他好，願意喺他遇到困難嘅時候伸出援手。他整日生活在一個充滿愛戴歡笑同溫暖嘅環境裏面，心情永遠是愉快嘅，五臟六腑都得到了愛的滋養，身體自然就健康少病。而那些自私自利、不知感恩嘅男人則恰恰相反，佢哋生生將自己逼進了一個充滿怨恨、指責同冷漠嘅生存死角。佢哋今日抱怨社會不公，明日嫌棄老婆無能，總覺得全世界都欠着他嘅。呢種長期積累嘅負面能量，就像慢性毒藥一樣，每日都在瘋狂地腐蝕着佢哋嘅免疫系統。時間久啦，各種奇奇怪怪嘅絕症亦就會找上門來。所以說，不懂感恩，到頭來傷害最深嘅根本唔係人哋，恰恰就是男人自己。聽到呢度，天下嘅男人們必須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道理：老婆絕對唔係你使錢請翻嚟嘅工人，更唔係可以隨你高興就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嘅附屬品。她是你在紅塵俗世裏唯一親自挑選嘅合法伴侶，是要陪伴你一齊經歷生老病死，走完人生下半場旅程嘅同路人。作為大老眷、大老爺們，你必須給到他足夠嘅尊重，必須學會在細節上感恩他嘅付出。有些男人可能會揾藉口話，大家都結婚咁多年啦，當年嘅激情早就在柴米油鹽裏消磨光啦，現在整日面對面，就像左手摸右手，根本揾唔翻那種感激嘅感覺。呢種話完全是藉口，感恩從來不取，缺於一時嘅激情同感覺。它是一種長期嘅生活態度，係由個男人身上最核心嘅修養同品德
在日常生活裏，感恩並唔需要你花多少真金白銀去買奢侈品，它就藏在一件件微不足道嘅小事當中。例如每日下班推開家門嘅時候，望住喺廚房忙碌嘅老婆，真誠地對她講一句：老婆你辛苦啦。例如在她洗衫累到條腰酸骨痛嘅時候，你能夠主動走過去將個拖把接過嚟，幫手將個地級拖乾淨。例如在逢年過節或者她生日嘅嗰一日，哪怕你只是偷偷買一束並賓貴嘅鮮花，或者準備一份精美嘅小點心送到她手上，呢啲睇落都係些微不足道嘅生活細節，可是一旦在漫長嘅歲月裏累積起來，那就堅不可摧嘅大愛。喺我哋嘅傳統理念中，有一個字極其重要，就係敬對，待長輩要孝敬，對待老師要恭敬，而對待同自己共度一生嘅老婆，則必須要做到敬重。所謂嘅敬，說白了就是要把對方真正放在自己嘅心坎上，能夠設身處地地去尊重對方嘅感受，能夠真心實意地去睇懂伴侶嘅難處。一個在婚姻裏懂得敬重老婆嘅男人，他嘅家庭生活一定充滿了歡聲笑語，他嘅人生亦必然是幸福圓滿的。相反，一個喺屋企作威作福，不懂得敬重伴侶嘅男人，他嘅日子一定過到一團糟，內心亦必然充滿了痛苦同浮躁。所以說，第三種容易提前退場嘅男人，就係那些極度自私、不懂得感恩惜福嘅人。佢哋總覺得自己有點本事就了不起，喺屋企為所欲為，其實是在瘋狂地提前預知自己嘅生命同福報。一旦福報被佢哋自己吸作渣滙啦，生命嘅壽命自然也就走到咗盡頭。呢個絕對唔係什麼迷信，而是萬事萬物最樸素嘅因果規律。現在我哋可以將這三種容易讓生命提前畫上句號嘅男人做一個個實實在在嘅總結。第一種是完全不懂得控制情緒，整日脾氣暴躁，動不動就大發雷霆嘅火藥桶。第二種是完全無視自然規律，拼命熬夜酗酒糟蹋身體嘅無知者。第三種是內心冰冷冷漠，對愛人嘅付出不知道感恩珍惜嘅自私鬼。這三類男性往往在現實中都會比自己嘅老婆走得更早。呢個背後嘅原因其實一點也不神秘，就係原因出於佢哋嘅所作所為，完全違背啲生命嘅健康法則，親手破壞啲身體內部同家庭關係嘅陰陽平衡，最終徹底損耗光你自己嘅生命元氣。面對呢種情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做才可以改變呢個令人痛心嘅結局呢？首先，每一個成年男人都必須學會真正地修身。修身絕對唔係掛在嘴邊嘅口號，而是要徹底落實到每日嘅一言一行當中。在生活裏遇到唔順心或者讓人上火嘅事情時，先別急着大喊大叫，強迫自己停下來，做3個深呼吸，讓沸騰嘅血液冷靜下來。當看到人哋身上有缺點嘅時候，先別急着去指責同批評對方，先喺心裏面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亦犯過類似嘅錯誤。個工作同做嘢嘅時候，我哋要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拼搏，但係對於最終嘅結果，要學會坦然接受，唔好整日患得患失，怨天尤人。呢啲在細節上嘅克制，先至是真正保命嘅修身功夫。其次，我哋在生活作息上必須要順意自然嘅法則。所謂嘅順應法則，說白咧就過最接地氣、最規律嘅生活。到點就老老實實上床瞓覺，絕對唔好無謂地熬夜修仙。到佬食飯嘅時候就安安靜靜坐下來食飯，不暴飲暴食，亦不經常飽一餐餓一餐。平時都抽空走出房間去散散步，活動筋骨，隨時隨地保持一個輕鬆愉快嘅心情。千萬唔好遷延到那一日身體徹底查出大病啦，躺在醫院嘅病床上
才開始流着眼淚後悔自己當年為什麼沒有好好照顧自己，到嗰個時候天底下嘅神仙都救唔返你啦。第三，男人必須要在骨子裏學會感恩，尤其是要發自內心地去感激個每日給你端茶倒水、操持家務嘅愛人。每日下班返到屋企嘅時候，多同老婆講一聲，老婆辛苦了。食完飯之後，別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當大爺睇手機，主動企起身幫手洗下碗、掃下地。平時多騰出一點時間陪他坐在客廳裏面講下話，認真地聽下他嘅委屈同想法，在一些特殊嘅日子裏給他準備一個小小嘅驚喜。呢啲事情其實既勿需要你掏空家底去花大錢，亦勿需要你佔用多少寶貴嘅工作時間，但係卻能夠讓你嘅老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對她嘅愛與尊重，讓她覺得自己在屋企流嘅所有汗水同淚水都是值得嘅。我哋必須要活得明白一點，喺呢個冷酷嘅世界上，夫妻關係先至是你後半生唯一能夠全心全意依靠嘅最親密嘅社會關係。你同父母之間嘅關係雖然是天生嘅，但父母總有一日會因為憐憫而先你一步離開。你同仔女之間嘅關係同樣血濃於水，但孩子們長大成人之後，必然會組建佢哋自己嘅小家庭，開啟佢哋自己嘅新生活，不可能整日圍住你轉。喺呢個世界上，只有你當年親自挑選、親自牽手走進婚姻殿堂嘅嗰個老婆，先至是唯一一個能夠無怨無悔地陪着你經歷風雨，一直走到生命終點嘅人。所以說，你如果連這份好不容易收來嘅緣分都唔知去珍惜，連這段最核心嘅夫妻關係都唔知去好好經營，嗱，你這輩子活得就太糊塗啦。喺傳統嘅古老智慧中，有一個卦專門講嘅就是感應，說白了就是夫妻之間必須要心有靈犀，相互感應。男女雙方在結婚組建家庭之後，必須要在精神上產生共鳴，在生活裏互相關心、互相體諒，咁樣嘅婚姻才可以天長地久。現實中好多中年夫妻嘅感情之所以會出現不可調和嘅危機，就係因為佢哋隨住年歲嘅增值，徹底失去咗呢種生命間嘅相互感應。當老公嘅每日喺出面為了事業奔波忙碌，返到屋企累到好似條狗咁，一句話亦唔想多講，只想着躺平清靜。而當老婆嘅喺屋企辛辛苦苦操持啦一整天家務，同樣累到精疲力竭，心裏面話呢一肚子嘅話，想要找個最親近嘅人傾訴一下，結果兩個人由於缺乏溝通，一個唔想聽，一個懶得講，久而久之，心與心之間嘅距離就越拉越遠，最後雖然還住在同一屋檐下，卻變成咗最熟悉嘅陌生人。這無疑是人生最大嘅悲哀。嗱，我哋究竟該點樣做才可以重新揾翻並保持呢種寶貴嘅夫妻感應呢？其實好簡單，只需要你每日用點心，每日夜晚哪怕再忙，也一定要抽出20-30分鐘嘅時間，安安靜靜地陪着老婆聊聊天。喺呢個私密嘅時間裏，唔好總係聊那些讓人頭痛嘅銀紙，聊永遠做唔完嘅工作，聊讓人操碎了心嘅仔女。你便可以多聊一聊彼此內心深處最真實嘅感受，聊一聊對某些事情嘅看法，聊一聊對未來退休生活嘅甜蜜打算，要用實實在在嘅行動，讓他清醒地知道你嘅心裏面一直都有一個最核心嘅位置是屬於他嘅，你非常在乎他嘅喜怒哀樂。只有咁樣，女同志嘅心裏面才可以覺得真正嘅安全感，才願意繼續無怨無悔地陪着你喺呢個充滿風雨嘅紅塵俗世裏堅定地走下去。我哋再換一個更加科學嘅角度嚟琢磨呢個事，為什麼？在統計數據中，絕大多數老婆
普遍要比老公活得更長壽呢？除咗前面提到嘅那些生理同生活習慣上嘅差異之外，還有一個極其關鍵嘅因素，就係女性普遍比男性更懂得如何去排解同釋放精神上嘅巨大壓力。在日常生活裏，女性如果遇到你什麼唔順心或者讓人卑屈嘅事情，她們會毫不猶豫地給自己嘅閨蜜、死黨打電話，約出嚟一齊行街，痛痛快快地哭一場，通過呢種方式將體內嘅負面情緒同壓力徹底發泄出嚟。但係我哋男同志喺呢方面卻做得非常糟糕。男人受傳統觀念嘅影響，總覺得自己是頂天立地嘅男子漢，遇到任何困難同委屈都必須打落牙齒和血吞，將所有嘅事情都死死地逼在自己嘅心坎裏，絕對不願意同任何人主動提起，覺得如果同人哋訴苦或者在人前掉眼淚是一件極其丟架同沒有面子嘅窩囊事。然而呢種長期處於極度壓抑、委屈同焦慮狀態嘅情緒，如果得不到及時嘅疏導同釋放，在身體內部就會演變成最可怕嘅精神毒素，每日都在瘋狂地摧殘着你嘅神經系統同內急器官，長此以往，身體點可能抗得住大病嘅直擊擊？所以說，大佬關亦必須要學會科學地釋放壓力，千萬別將什麼難事都一個人喺心裏面悶住。遇到難關嘅時候，可以揾幾個真正信得過交心嘅鐵哥們兒坐下來飲杯清茶，講下心裏話，或者乾脆去運動場上痛痛快快地跑個5公里出一身熱汗，亦可以一個人戴上耳機聽下舒緩嘅音樂，或者培養一兩個能夠讓自己全身心投入嘅興趣愛好。總之，你必須揾到一個完全健康且適合自己嘅排毒方式，將積壓在心底嘅負面能量按時清理乾淨，絕對不能讓佢哋在你嘅身體裏堆積成致命嘅火山。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古人關於成功嘅另一層深刻見解。好多人喺後生嘅時候拼命奮鬥，終於在人到中年嘅時候，迎來了肆記意嘅窮風，買樓置業，家庭睇落亦和和美美，覺得自己已經是人生大贏家啦。於是佢哋就逐漸開始在思想上放鬆了警惕，生活作息變得越嚟越放縱，做人做事亦開始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佢哋徹底忘記了一個最基本嘅生存規律，就係人生其實是一場漫長而殘酷嘅超級馬拉松，絕對唔係100米衝刺。你在前半程跑得再快，領先得再多，如果在中途因為驕傲自滿而徹底放縱你自己，開始糟蹋身體、傷害家人，咁在後半程嘅漫長旅途中，你必然會以最慘烈嘅方式提前倒下，根本冇機會看到終點嘅美麗風景。可惜現實中有太多嘅男性根本參不透呢個道理，佢哋往往在剛步入中年嘅黃金時期就開始得意忘形、徹底懈怠，結果導致自己嘅下半身陷入了萬劫不復嘅森林。我呢輩子見過太多咁樣讓人連連嘆息嘅真實案例啦。有嘅人喺40來歲嘅時候，事業如日中天，喺社會上呼風喚雨，風光無限，可亦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完全唔將自己嘅身體當成一回事。該按時瞓覺嘅時候，天天在酒桌上爛醉如泥；該去鍛鍊身體嘅時候，天天坐在麻將椅前一動不動。結果剛滿50歲，身體就徹底宣告報廢，在醫院嘅病床上嗰度過餘生。有嘅人喺家庭幸福美滿嘅時候，唔知好好疼愛自己嘅老婆，整日喺出面拈花惹草，等到那一日，老婆徹底被他傷透了心，冷酷地帶住仔女選擇離開嘅時候，他才一個人守住空，哥嘅大屋喊住後悔。可惜呢個世界從來就冇後悔藥可以買。還有嘅人喺賺了大錢之後，就開始瘋狂地揮霍享樂，黃賭毒樣樣齊全，
活生生在短時間內將一個強壯嘅身體折騰成了一具行屍走肉，唔單止親手毀掉了自己嘅前途，更是將成個家庭拖入了痛苦嘅森林。呢啲悲慘嘅結局，都係因為當事人不懂得居安思危，不懂得持久修行嘅生存法則。生命喺呢個世界上前行，修行是永遠未有終點站嘅。你絕對不能因為眼前取得嘅一點點微不足道嘅成績就變得驕傲自滿，亦不能因為日子暫時過得順風順水就徹底放任自流。在任何時候，我哋都必須保持一顆謙虛暗慎嘅心態。每日夜晚躺在床上嘅時候，都要認真地反省下自己白天嘅言行舉止，及時發現並修正自己走偏嘅軌跡。只有這樣持之以恆地約束自己，我哋才可以喺生命嘅最後關頭拿到一個圓滿嘅結局。我哋中國人最講究嘅就是善終。所謂嘅善終，絕對唔係算你這輩子賺了多少個億嘅財富，亦唔係算你當你有多大嘅官，而是說當你在生命迎嚟終點，必須要離開呢個世界嘅那一邊，你能夠走得非常安詳，非常體面，非常有尊嚴，在臨走前沒有遭受各種插管透析嘅痛苦折磨，沒有給無辜嘅屋企人留下難以承受嘅經濟同精神負擔，在自己嘅心裏面亦沒有留下任何無法彌補嘅遺憾。究竟點樣做才可以確保好我哋在晚年時能夠拿到咁樣一個體面嘅善終呢？其實答案早就寫喺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裏，就係在每日還清醒活着嘅時候，老老實實地去修心，踏踏實實地去做人，真心實意地去對待自己嘅屋企人。修行這兩個字，絕對唔係那些躲在深山老林裏嘅出家人嘅專利。我哋呢啲每日在紅塵俗世裏為了生計奔波嘅普通老百姓，同樣亦需要修行。我哋在生活裏要修自己嘅心，修自己嘅口德，修自己嘅日常行為，讓自己嘅內心隨時隨地保持風平浪靜，讓自己嘅品德變得像大地一樣厚重紮實，讓自己嘅為人處世永遠端端正正。每日在閉上眼睛準備瞓覺之前，多花幾分鐘嘅時間在腦海裏面像放電影一樣過一遍，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今日到底幹了哪些事，有沒有說了傷害親人嘅重話，心裏面有沒有動過什麼不該有嘅邪念。如果發現自己今日在那件事上確實做得不對，第日一早就要立刻去改正。如果是自己一時糊塗同愛人吵架傷害了對方，就要將面子放下嚟，真誠地走過去向對方說一聲對不起。只有咁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嘅累積，你身上嘅壞毛病才會越嚟越少，人生嘅道路才會走得越嚟越穩當，身體同命運自然也就會變得越嚟越順遂。我哋越頭去仔細瞅瞅那些活到100來歲嘅長壽壽星們，佢哋雖然每個人嘅生活環境同飲食習慣各有不同，但佢哋嘅骨子裏其實都有咗幾個一模一樣嘅長壽基因。第一點，佢哋嘅心態永遠是平和而知足嘅，一輩子唔同人哋盲目爭搶，凡事隨遇而安，天塌下來亦能當被蓋。第二點，佢哋嘅生活規律到好似一台精準運行嘅鐘錶，每日早睡早起，食飯極度節制，從不暴飲暴食。第三點，佢哋天生懂得感恩同珍惜，一輩子對身邊嘅伴侶好，對屋企嘅親人好，對周圍嘅朋友好。第四點，佢哋嘅內心深處往往有着一份堅定而純粹嘅精神寄託，絕對唔會因為眼前一時嘅利益得失而整日患得患失，將自己折騰到神經衰弱。呢啲長壽嘅特徵，說白呢，就我哋前面聊到嘅那些生命生存法則，在現實生活裏嘅生動體現。好多後生同志在面對呢啲大道理嘅時候，總覺得呢些老生常談嘅玩意
早就已經過時啦。現在呢個社會競爭咁激烈，人人都在拼命往前奔，邊個還有閒工夫去搞呢些慢吞吞嘅修身養性？其實呢種想法可以說錯到離譜。恰恰相反，在如今呢個生活節奏極快，人都冇比浮躁同焦慮嘅現代社會裏面，古人留下嚟嘅呢一生存大智慧才顯得愈發珍貴。因為現在嘅絕大數人都已經被眼前嘅名利給徹底迷住咗雙眼，每日都在極度功利地壓榨着自己嘅身體，完全唔知該如何去好好地愛護同保養自己。如果我哋今日能夠重新揾回呢些古老嘅智慧，學着讓自己嘅生活回歸自然，讓自己嘅內心回歸平靜，那麼我哋身邊嘅每一個人身體一定會變得更加健康，我哋自己嘅家庭亦一定會變得更加幸福。命運呢東西其實冚家程度上就牢牢掌握在裏面每個人自己嘅手心裏。你在這場人生嘅旅途中種下了點樣嘅因，最後在身體同家庭上就會收穫點樣嘅果。你真心實意地對別人好，別人自然就會拿溫萬嚟回饋你。你懂得善待自己嘅愛人，你個屋企就永遠有最溫馨嘅港灣在等住你降落。你嚴格要求自己保持規律嘅作息同良好嘅心態，你嘅身體自然就會用健康同長壽來長久地回報你。呢個就係天底下最公平亦永遠唔會改變嘅生命真理。希望今日聊到嘅呢一番大白話能夠讓每一個聽到嘅人心裏面都能多多少少有所觸動，有所改變。從今日開始，好好對身邊嘅老婆說句軟話，將煙酒戒一戒，夜晚早點熄燈瞓覺。只要你肯行動，一切就都還來得及。